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。伫台湾，以往奉送到安置机构的囡仔，大多数拢是因为贫困，或者是失去着亲人。但是即摆收容伫安置机构的囡仔，竟然有高达半数是因为遭受到家暴、苦毒，或者是去互父母来放杀。有一个才一回幼囡仔，因为父母来食毒，这个囡仔一个出世就去喂着毒瘾。 也有自细汉都互苦毒虐待的囡仔，只要互吸到身躯，都会非常的惊狂，放声大哭。安置机构对这受过伤害的囡仔来讲，是暂时的避风港。但是到底倒位才是因温暖的厝呢？台湾安置儿童青少年，佮拄着什么款的困境甲不足呢？华视新闻杂志儿童人权日系列的专题，得到2020公益新闻金轮奖。 咱就做伙，过来回看这个精彩的报道。我想要跟朋友一起溜滑梯。你最喜欢大家说你什么？我没有手，跟没有脚。机构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分开久了，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。 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？很久很久，100,000,000,000天。驶过弯弯弯弯的山路，阮对社工的脚步来到伫高雄半山腰的安置机构，未进入门就先听到囡仔的哭声。 规厝间拢是囡仔相片甲物资，摆设真温暖，主要是要增加厝的感觉。灶骹内几个年母已经穿好啊，把握时间要准备副食品。你的小脚脚，小脚脚。余温之家收容未满2岁的囡仔，机构内总共有12个囡仔，每一个小生命背后的故事拢互人心痛。 他是毒宝宝，他出生他是身上是有含非他命的戒断症状，可是我发现他们每个都好勇敢。我们也有隔壁也有海洛因戒断的毒宝宝，有些医生会很担心他们能不能撑过来。好啦。大埔班内面一回小星星，伊的父母拢是食毒入监，小小伊多出世就变成一个毒囡仔，经过痛苦的戒断反应，被送到安置机构来照顾。来，宝贝。 呢，好厉害哦，星星，星星最棒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妈咪爱你，我说一屋子都是妈咪。他们有很多妈咪。对，很多，因为我不会缺少，可是我觉得，对啊，我就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像妈妈一样爱他们。 囡仔伫有讲话，轻轻啊发出一声“妈妈”，互人听了顾较唔甘。这个囡仔想要应该被照顾的年纪，却已度过着坎坷的过程。镜头来到小宝班，伊是5个月大樱桃，因为早产较细汉，伊的老母是做特殊行业，自细汉受到母体疾病感染，一出世就要接受药物的治疗。 另外一边，正伫哭的是11个月大的葡萄，本来真健康的囡仔，经验过互人苦毒，看到人会惊。他喝奶的时候都会哭，我们把他抱紧一点，他就比较有安全感，他就会喝奶。妈妈产后忧郁症就对这个孩子就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对象，因为外力受创，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就非常的不好。比如说被人接触的时候非常的敏感，甚至会对人有排斥。可是发现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的是小星星。 较早接受安置的囡仔，大部分是散者失去瓦靠，不过即马有5成以上是被苦毒、性剥削、被放杀等等，身心受伤的囡仔。照顾的难度比较早更较悬，有的需要特殊医疗，有的需要心理陪伴，只能依靠社工甲年母的爱，起一个暂时的避风港。
包括在亲情上面的分离，包括在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个挑战。他们能不能活到明天，活到下一刻，是真的没有把握的。但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宝宝，从他们那么的用力努力的在喝牛奶，在复健过程当中的一个忍耐力，我们就发现这些孩子他们想要活下去的动机是这么的强烈。勇敢的宝贝拍拼的林牛奶出来的喘气，嘛代表对生命愿望。因未曾大汉看这个世界美好，新心灵早就已经伤痕累累。这破碎小生命的故事，只是所有安置机构内面囡仔一个缩影。放学时间一转到机构，随写作业，伊是10回小库，甲共年岁囡仔比较起来，伊加真省。学会做很多事情，类似打扫啊、拖地啊，自己习惯了。因为这部的问题，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，小区介领兄被送到台北安置机构已经3年啊。要么虽然提供安心的生活环境，回去厝依然是囡仔心内上爱脆弱的禁区。经济上那个比较不会这么担心。担心什么？3餐吃不到啊那些的，在那边会有返家，就是一段时间就回去一段时间，应该说现在环境习惯。他们对于家庭这件事情是既期待，但是又怕受到伤害，会说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想法，但是终究其实都会是想要回去的。公车上或是捷运上，他看到爸爸或妈妈牵着孩子的手，他就一直看着那双手，大手牵着小手那个情景。社工也都是几乎以孩子为核心来做思考，但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孩子那个内心里面最空洞那一块的话，还是没办法被填满。那个被填满只有一个，就是父母亲关系，爸爸妈妈在旁边。圣道儿童之家协助安置3岁到18岁囡仔，以小家庭的模式，由一位辅导老师带6个囡仔，分温暖甲空间，并且重建因的自信心。这些孩子带着这么严重的受创经验进来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可能都要2年、3年，他们才可以，智商才可以帮他们把那个过去的那些受创经验好好的整理好。14岁首度，10岁时经过家暴被紧急安置，再搁转到儿童之家。4年时间，机构甲主管机关社工继续协助修复原生家庭。16岁阿修爸母入监，由因阿嬷伫家饲，不过因阿嬷过身后，家底啊都由机构一路扶持，一直到挥别过去的伤痛，会使自任。爸爸来这边跟你聊聊天，你觉得这种方式还可以？就是他口气都很好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举动。有没有一个期望说，也许未来可以赶快回到家里面呢？还没有想到自己还要再一点时间。对，因为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家庭啊，对啊，机构也不能就是照顾你一辈子，然后分开久了。也希望能有一天，能全家再团聚。在机构的囡仔家庭破碎，想要回去厝，还是重新搁找一个厝，拢要经过真久的等待。通过了国内的儿童权利公约以后，国际委员其实有进来审查。那最后他给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儿童福利的建议，其实有88点，但其中里面有10点都关于说孩子离开了原生家庭以后，我们国家对他有没有足够的照顾，就是政府做得好的是说让孩子们都有地方去。他的确是安置了，他可能人身的安全、生活的照顾有达到基本了，但是下一步常常是被忘记的。1989年，联合国颁布儿童权利公约，今年已经是第30年。国际上就要点出台湾儿童福利不足的所在。专家强调讲，台湾的儿少安置伤过短期，应该有中长期安置的概念。
依照统计，2019年安迪儿少人数是4785个人，其中3成外由寄养家庭照顾，6成外的囡仔拢被送到机构，比例不明显。台湾因为寄养家庭的量长期都是不足的，然后呢，还有亲属照顾的这件事情，亲属安置或照顾一直都没有就是努力的去开发。厝是生命的源头，中稳家庭网是这受尽创伤的囡仔心内上个真切的愿望。免怎更加提升儿童福利甲权益，并拥有更较完整的人生是重要的课题。社会嘛都要加淡薄包容甲理解，关心这的囡仔。我愿望对因来讲，有一天厝带来不是伤害，而是充满温暖，变成会使挖开甘愿。爸爸妈妈就是有做一些不好的示范，那也会影响到，就让我知道说，我未来如果要成家的时候，就要如何当一个好爸爸。期待就是有一天医院关门，不要孩子再进到医院里面。